高雄市伫顶礼拜通过着代替高雄机场都市计划变更案，占地32公顷的高雄机场未来会成做文创产业场所。不过文书团体甲市机关拢质疑讲，这规个道路规划虽然无重视高雄机场的铁路文化，当地里长嘛表示讲，这地方社区拢无参与到。市政府也讲，都市变更案目前是还未定案，所以一定会参考各界意见。代替高雄机场，拢总有32公顷，捌是南部上大的铁路车厢维修工厂。因为临港线停驶，人员甲设备去年拢刷去潮州。高雄市都委会顶礼拜通过都市计划变更案，希望开发成做文创产业的场所。想袂到计划图却引起真侪讨论。看到这个切八块直接把原来的原来里面的道路切割。把仓库不管是新的旧的，本来讨论只保留旧的，稍微旧一点的，我们本来希望两个都要能够全区保留，现在连旧的都不保留。议员开记者会批评开发计划忽视高雄机场的历史甲铁道文化纹理，嘛欠缺公民参与。当地两位里长希望市府爱尊重地方的意见，让在地的里长能有参与，让这边周遭的产业能活化起来。未来的开发方案，它也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文创产业，而是应该彰显就是所谓的工业城市特色的一些相对应的产业，比如说是工艺啦，或者是建筑，或是电影之类的。文书团体真烦恼，新方案来破坏原地地景、甲建筑，甚至是老树。面对各界质疑，市府强调会全力保留铁道文化，目前也未定案。因后礼拜会甲地方开会讨论，刷落来办理第2摆公开展览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哲高雄报道。